现主时的研究，因为新建的大楼加现代建筑，要看到当年的历史面貌，已经真困难。有新锐色彩的研究者，要是徛伫遐，继续观看这个城市的过去甲未来。100年来的研究有改变，嘛有不变。在地60年的企业，伊的建筑物还阁维持当年起家的模样。老头家有交代，新技术是时代要求，老感情是保留的价值，旧工是传统，顶真是个性。可能老一辈的企业经营者有一种敏感度甲远见，技术上甲国际合作，市场上甲国际竞争。这个企业方针，和这个企业为早期日本技术起造的药，进展到德国技术的药，用1200度的高温，将土胎烧做白色色的精品，用这个精品去到世界市场，甲人竞争。1200度应该是英国这个城市上有温度的所在。灰这个物件会当代表某一寡古早文明的器物，嘛会当表现一个时代对美感的追求甲生活的态度。这个幼灰若无特别介绍，咱嘛唔知这是总统出国访问所在的伴手礼。这个伴手礼是当年一个下岗囡仔来到英国，落地生根，经过40年打拼的成绩。一个外行人要进入业着技术、业着艺术的行业，要经过偌济失败，经过偌济学习，才会当成就。这个下岗囡仔将失败当作缴学费，将学习当作培养实力的必要过程。学毛笔、画图、捏图、学油的秘诀，甚至甲太太做阵去学漆器。以上骄傲的成就，后生甲名师学油胚、学上手，会当甲查某囝做阵捏图。查某囝的作品已经有成绩。这个人对绘的用心，应该会当看作推动这个产业继续向前行的快乐。